Hello， 我是 Melissa， 今天要分享一下台湾的火锅文化。在台湾，一个人吃火锅也可以，这里到处都有小火锅店。每一家小火锅的菜单都差不多，先决定要吃肉还是海鲜。副餐有面、饭、冬粉等等。每一锅小火锅都会有一份丰盛的菜盘，除了新鲜蔬菜，还会有一些火锅料。吃火锅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酱料。这家店的沙茶是特制的，一定要加。另外，我还要加一些酱油、萝卜泥、蒜头、辣椒和黑醋，又酸又辣，真好吃。孩子可以和大人一起吃一锅，但是满110公分以上要加收50元。和家人朋友一起吃火锅也很棒，有单点的，也有吃到饱的。在家里吃火锅又是一种不同的乐趣。去一趟超市或市场，就能把所有东西买齐。你们喜欢怎么吃火锅呢？我的习惯是先煮菜，然后喝一碗热热的汤，接着开始煮肉，最后才吃火锅料和泡面。对我来说，冷冷的冬天是吃火锅最适合的季节。在你的国家，冬天都吃什么呢？欢迎留言分享哦。Before we finish today's video, let's review the vocabulary. 火锅，文化，到处，小火锅，差不多。肉，肉类，海鲜，海鲜类，副餐，冬粉，等等。锅，一份，丰盛。菜盘，除了还，新鲜，蔬菜，火锅料之一，酱料，沙茶，特制，加。另外，酱油、萝卜泥、蒜头、大蒜、辣椒、黑醋、乌醋，又酸又辣，又满以上。公分，加收，单点，吃到饱，乐趣，一趟，超市，超级市场，市场，菜市场，传统市场，买齐。习惯，先，然后，煮菜，喝汤，接着，泡面。对我来说，冬天适合季节、国家、